学生时代印象最深刻的火锅是哪一家？没错，就是它。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吧。游戏开始。现在傣妹在放一首我们曾经的非主流歌曲，是泰文的，我放一下给大家听，你们肯定有印象，有没有？曾经的非主流歌曲，跟我同龄人90后，你们肯定有印象。兄弟们，看到这个菜单是不是非常熟悉？这个价格相当给力啊！兄弟们，这棵树你们有没有印象？我感觉每家傣妹都有这样一棵树的。我今天第一次一袋子个么子啊，只有147块5，眼头啊，真个便宜！先烫个毛肚，七上八下，吃块毛肚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傣妹这个辣锅就是这个味道，说不上来，但是跟别的辣锅就有点不太一样。再来块牛肉啊，必须吃辣锅啊！酸腻，傣妹这个辣锅有点那个，我在油汤那几纠结的，还是吃番茄锅，还好点了个番茄锅。这味道还是可以的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我起码也有大概10几年吧，20年没有，10几年吧，就是上高中那会儿吃的，就经常和朋友同学会来吃，真的很久没有吃过了，它味道没怎么变。再来口小肥羊，还有吧，膻味有点重。再来个蟹肉棒，其实我吃火锅特别喜欢吃这个蟹肉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从小特别就喜欢吃。虽然它没什么营养，但我就是爱吃。说实话，它这个味道跟现在当今的一些火锅店来比，肯定是没法比的，味道也没法比，肯定没有那么好吃了。但是也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青春回忆吧，对不对？店一样，味道也一样，但是好像怎么样也找不到曾经的感觉。人果然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。